我想問大家行家啦，你有翻嗰啲盤最差嘅環境環境最唔好嘅盤係點樣呢？有冇試過咁嘅以下嘅情況？呢個咧就係一個工廠大廈嘅盤啦。咁咧佢車牆就天花滴水，多個位置滴水啦。大廈嘅總電掣房天花都滴緊水。甚至連控制室對出嘅通道天花都滴緊水，而且咧非常之嚴重嘅。咁咧大廈個電掣滴水咧，嗰啲工程部咧就暫時咧就攞啲黑色嘅垃圾袋啦，遮住嗰啲電掣房啦，防止水滲入去啦。不過咧，呢啲嘅只不過係治標唔治本咧。萬一真係唔好彩，個水入咗去電掣咧，咁成個大廈有機會就跳掣，呢樣咧就影響係非常之嚴重嘅。咁大家喺現前做嘅盤或者以前做嗰啲盤環境如何咧？有冇啲盤比而家呢個情況更加差、更加惡劣？歡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下。呢個盤之所以咁差咧，我相信就係同管理公司管理得唔好係有關係嘅。所以咧，喺嚟緊續約嗰時咧，呢間管理公司咧就應該攞唔到佢呢間標啦，因為管理得差，所以引到好多問題發生。如果因為電錶有時咧就非常之大鑊咧。OK。